西藏文法典研究八转身 Năm Ye Kie 第八转身 Hu Ge Năm Ye Kie Ba Bui Bei Zha Trong men par me 于扛引把违背气度蹲且被 ngok 对于尊卑平辈的呼唤或感叹。例句 Berje Gie Risang Lose Chokbo 嗟乎聪慧睿智的朋友啊！瓜耶七削磊落蹦躺，哎呀，断除拖延与懈怠吧。为日胸减粗落息，为当于经典大海中学习。